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现在。广州的海珠区有民众反对已经封锁，引起警民冲突，这警方是牵催力加速，要甲民众赶走。民进党中常会通过由陈其迈担任代理主席，要拿台北市的立委补选，可能会推派郭宜农。国民党的部分是要使用定调的。美国表示，中国自2027年有武力统一台湾的能力。南韩尹锡悦来强调，反对高级方面改变台海现状。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传出因为白血病器官衰竭，今日过身，食到96岁。江泽民在1989年历史事件了后，开始担任中共的中央总书记，任内有加这香港、澳门的主权受到转来，做13年了后，一直到2002年才来留任。这届中国20大伊无出席，最后一届公开出席是2019年10月7日，中国建国70周年庆祝活动顶头。维安人员甲查咧，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徛伫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倒边，看起来行动哪像较慢淡薄啊。这嘛是伊最后一届公开出现。江泽民伫咧1989年历史事件了后，担任中共总书记，一直到2002年才卸任，是中国第3代领导的核心。不过30中昼却传出因为得着肺癌，合并几项的器官衰竭，伫咧上海过往，食到96岁。江泽民伫1926年出世，是真有艺术的天分，介意古典音乐，也个会晓袂少乐器，当然歌曲嘛会晓唱。1997年邓小平过身了后，江泽民掌权，伊伫1989年6月调任北京，成做中国总书记。以江泽民为首的成员，去互海外国家定义做是上海帮，袂少江派的人马，小连续成做中国中央政府的高层。伊伫任内，甲香港、甲澳门收倒来，也个捌去香港访问过4届，主持1997年香港回归的仪式。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将有壮丽的发展。江泽民领导的江派人马声势是真大，2000年还阁提出3个代表，罕见稳准资本家一党。伫2002年10月，中国举行16大。江泽民虽然是已经卸任总书记，不过也是掌握军权。一直到2004年9月，伊才为中国中央军委主席落任。就伫伊卸任了后，江派人马就小连续出代志。一直到2017年，中共市委书记孙政在互撤查，是江派上尾一个高官落马。现在江泽民因为身体愈来愈歹，嘛愈来愈少公开参加活动。最后一届公开出面是伫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经过3年了后，伫11月30中昼传出伊病逝的消息。公司新闻，陈思栋编译。中国官方媒体今日公布前领导人江泽民过往的消息，讲江泽民在位13年，让中国的政治稳定落来，也让中国经济成长快速，顺利加入这世界贸易组织。不过有学者分析讲，伊身躯边的人因为一直逼出正钱的问题，和现任的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是差甲真彻底，会当讲是江泽民这派拢去互掠了啊！伊一过身，这也代表习近平的势力变搁较稳固，也可能借着这个死亡消息放出来，转移因国内控制的焦点。中共第3代领导人江泽民30日上海过身，享其寿96岁。消息透过官方媒体公布，回顾伊一生1989年就历史事件得到邓小平钦点上台，伊在元老派支持之下，开始经济改革方案，稳定迄时阵的中国政局，也让中国经济成长快速，顺利加入世贸组织，展现大国外交的实力。到了他的执政的第2任任期内，就是90年代的后半期，他已经可以推出大国外交了，就是他的整个经济实力跟局势都已经稳定住了。对中国大陆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力。不过，江泽民卸下总书记的职务了后，虽然是把持2年的解放军军权，和接任的胡锦涛因讲是权力无完整。学者分析，伊的江家军一直爆发贪腐大案，并且正反拢有。所以他这2年，他升了很多大将，那是上将。那这些人在习近平时代慢慢的一个个被拔掉，真正能够掌握中国的情势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全面习近平时代的开始。
他且认为江家军后来和现任国家总书记习近平大力插班，朱立兵用要瓦解，伊的过身除了象征习近平的势力更加巩固以外，最近中国因为防疫清零引起白纸运动民怨，伊的过身无的确应暂时转移中国境内关注焦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几天，民众举白纸伫咧街头示威，即中国民众化习近平落台，这场白纸运动已经伫咧各地头摊开咯。另外，伫咧广州市的海珠区，搁再传出因为这防疫措施发生警民冲突，甚至有警方向民众牵制催泪假使。另外，29暗时呢，伫网络顶头有人伫咧传讲，这广州天河区要搁再进行封城，民众是连夜赶离开这广州，车头拢是人念高速公路也拢塞车。谁来打？示威民众组织，中国广州的海珠区传出因为防疫措施爆发警察和民众激烈的冲突，警方甚至是对巷仔内的民众是弹催泪弹，看到因拖开现场的民众较紧走。透过影片嘛，会当看到民众是对警方来弹玻璃管仔，和附近的民众是欢喜欢休。中国最近真侪所在拢出现自发性的集会，除了哀悼心中乌鲁木齐大火的死难者，嘛对官方严格防疫政策表达不满。这个暗时 ，Twitter 和微博这社群平台拢出现广州的天河区，刷落来都要面对全体封控的消息。火车头是出现一堆要走的人，高速公路嘛拢客满满啊。对我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因为在居家办公嘛。但是看他们就是为了自由去争取，还是挺振奋人心的吧。在这个站，民众想要冲出封锁，和防疫人员是爆发冲突，杀戮将对头前行，而且大声喊解放。在广州市，真侪民众聚集在荔湾区的路中边啊，对已经实施几个礼拜无共形式的封锁来抗议。在北京，一堆警察是守在街仔路，对任何有可能搁发生的示威来严加防范。分析家认为，这几天的示威和过去无法接发生的小抗议无共的所在，是规模和拓开的程度。A national character, widespread nature of it that I think makes it a much more potentially volatile and potentially more threatening set of problems that the party in China has to deal with. 美联社指出讲，至少有8个中国城市第2次是出现示威，这是6次事件了后，中国爆发上大的示威潮。国际上已经有成万，澳洲、英国、美国拢有华人集会相挺。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白纸运动继续伫咧摊，有抗议群众不满讲，这民众抗争防务来做境外势力介入，伫街头顶头伫咧批评政府，认为拢去互封锁起来啊，连上网路拢袂当，是对倒位来境外势力咧。也若讲到这国际社会声援中国的白纸运动，连联合国拢表态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我们现在是能出国，还是能上国外的网？都不能。他们怎么联系我们？联系不上。哪来的境外势力？月球吗？中国人民因为参加白纸运动的抗议，却向讲有境外反坏势力介入，中国人民心内是真生气，集体讲出因的不满，现场是你一句我一句。我们都是国民，都是海洋国主。境外，你说的境外势力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吗？是马克思、恩格斯吗？是斯大林吗？是列宁吗？马克思怎么了？中国境内白纸运动持续咧摊，国际上有真侪所在敢乌烟。美国哈佛大学学生自告伫学校内底举言论自由标语，甲悼念乌鲁木齐火灾甲清零政策的罹难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联合国拢支持中国人民有表达意见的权利。We support the right of people everywhere to peacefully protest, to make known their views, their concerns, and their frustrations. Is that we believe in the importance of people's right to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heir right to demonstrate peacefully, and urge the authorities to guarantee that right. 习近平 ，Step down！ 习近平。加拿大多伦多抗议的民众大声喊习近平落台，有人穿几分丝的防护衫护翼，唔但反对清零的政策，嘛都要改变中国的政权。美国纽约嘛有声援白纸运动的暗会，未少美国人来表达支持，这嘛是习近平上任以来上大的示威活动。记者综合报道。
民进党自即届九合一选举选输去啊，这总统蔡英文4条党主席，今日中常会通过由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代理党主席。伊表示会认真检讨担其责任，也若桃园市长郑文灿是担任检讨小组的召集人，到各县市去了解状况。也来讲到台北市立委补选的人选，因暗地决定，民进党将有可能会定调吴怡农参选。我们会深刻的检讨，谦虚的面对民意。谢谢大家。高雄感谢选民有反省机会，九合一大选民进党大败，总统蔡英文第一时间失去党主席，产后中常会推举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代理党主席。陈其迈表示会深刻检讨负起责任，代理期间有3项重要工作。我想民进党过去其实也有败选所以这个也不要说因为一场的这个战役而输掉整场的战争但是没有反省，没有彻底的这个检讨，我想我们不会赢得人民的信任。中常会也成立2021年大选检讨小组，召集人是桃园市长郑文灿。民进党会到各县市各部门为选举或是规个政策做检讨。郑文灿也按算在下礼拜中常会报告期电规划。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呼吁大家，莫阁找战犯。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必须要去面对，找出原因，找出这个根源，那而不是互相去指责。是男儿，检举从来未可知嘛。那接下来我也谈到这个，大家不要找战犯了，我们都是战犯。民进党3后检讨党主席补选，也要在1月中进行。不过，这么重要的是，家己市长的选举，甲台北市立委补选。本来想要挑战的台北市议员黄昭雄，进行列面册发文表示，代理党主席陈其迈已经告知，要定调吴怡农来参选。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立委蒋万安选调台北市长，以本地这个立委席次，这礼拜开放有意愿参选的人来登记，明年1月7、8来投票。另外，南投县长是由国民党立委柯淑华选调，到时阵也会进行补选。国民党中常会今日就决定，这2个席次的立委补选会定调人选。台北市长当选人蒋万安，接落来就要负责台北的市政。依照本立委的席次，为11月28到12月7开放登记，明年1月7、8投票。另外，国民党立委柯淑华当选南投县长，以立委的名额，未来嘛举行补选。因为时间是真迫，国民党中常会30决定采取定调提名人选。从党中央的角度，一定是无私无我，走对的路，提对的人，我们团结才能胜选。我们要征询地方以及蒋万安市长的一个意见，综合评估考量之后，我们才能会提出我们觉得最具胜选几率的人选。国民党主席朱立伦4届强调讲，爱找到对的人来应战。目前台北市立委的补选，包括台北市议员王芳美、施卡心、立委郑丽文、甲李桂敏拢互点名参选。也若台北市议员王浩、甲前立委罗淑瑞是主动表达参选的意愿。目前党内会按类参选的民调来推派人选。这次补选的时间实在太过于紧凑。那因为我刚刚完成市议员的选举，那这个礼拜就要去登记，那这样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尴尬，也说不过去。所以我个人到目前为止都非常坚定，我没有参选的意愿。南投立委的补选会等柯淑华在12月25就职，甲立委的身份撕掉了后，中选会才会宣布补选的日期。目前党内包括南投县党部的主委林如彬、南投县议员尤浩，甲南投市长宋怀林都有意愿争取。支持该党中央该尽快以就是民调或者是协调的方式，能够尽快确定人选，尽速征召。国民党在今年选举摕到13席，气势是规个拢压悬起来。接续台北甲南投立委的补选，随都要决定人选，这嘛考验朱立伦处理代志的才调甲智慧。记者综合报道。九合一选举过后，这高雄市议会也要开始选正副议长。这届国民党摕到29席，民进党有27席，双方拢无过半。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昨有甲这当选的议员出来开会讨论。现任的议长詹丽燕、副议长呢陆淑美，拢有这意愿想要来竞选议长。另外，民进党是争取泛绿或者是无党联盟的支持。
2020年7月底，前议长柯坤元过身，高雄市议会补选议长，和国民党的高雄市议员陈丽燕赢去。这摆9合1选举结束啊，接落来就是议会正副议长选举，传出陈丽燕这摆嘛想要选。不知道嘞。来谈个快。哎，所以你目前还是有意愿吗？有意愿。第29这天，国民党高雄市党部是找当选的议员讨论正副议长的人选。陈丽燕无正面表态要选副议长，陆续面嘛传出想要选副议长嘛，真侪人想要抢。因为国民党这次没有单独过半，所以一定势必要去结合其他的这些无党籍的力量。国民党高雄市党部强调会做好协调和整合的工作，希望提名的人较紧出来。民进党的脚步嘛无得停，是比国民党早一天伫28就开会，确认正副议长的人选，予党团决定。嘛强调讲，党团的成员投票一定相同，袂走票，无就开除党籍。党团的成员每个都很优秀，那当然有意愿要来参与议长、副议长选举的人，那大家会经过讨论、经过协商，再来产生。目前是传出讲前议长孔玉成、市议会民进党团总召郑公芳和议员李娇如拢想要参选，但是民进党的高雄市党部无证实，强调讲党内的优秀人才拢伫名单内面，人选是当时会当出来，暂时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防部最近发布上最新的中国军力报告，讲中共的目标就是2017年军队有统一台湾能力，也扩大核能武器的库存。到2035年，中共应该有1500粒的核弹头。报告也指出，讲中共可能对台湾发动4项军事行动，包括海空封锁、飞弹空袭、有限度的武力行动和入侵台湾。台海局势紧张，中共对台的军事威胁直直扩大。美国国防部发布上新的中国军力的报告，指出中共目标伫咧2027年要达成会当统一台湾的军事能力，而且嘛要增加核武的库存。美国研判中共到2035年，恐惊就有1500粒核弹头，影响到区域的安全甲稳定。This congressionally mandated report serves as an authoritative assessment of DoD's pacing challenge and charts the current course of the PRC's military and security strategy. The report plays a vital role in inform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our pacing challenge. 中共强在咧演练夺岛的行动。美国的报告当中，佮指出中共可能对台发动的4项军事行动，包括海空封锁、飞弹空袭、有限度的武力行动，也佮有入侵台湾，尤其是结合电子战、后勤、海空支援的联合顶岛作战，来突破台湾的海岸防线，抢滩了后进入阵地，进一步攻击关键目标，甚至攻占台湾。我们国民党团也支持国防部相关强化军力的相关经费跟预算，各种攻台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跟可能性，但是这也增加了美国对台军售的精准度，可以如期如质的交付台湾拥有自我防卫能力的武器。朝野立委拢针对台海紧张的局势表示关注，为国防部做上歹的暗算甲上好的准备。特别注意的是，中共8月为台军演的时阵，就是咧演练海空封锁甲飞弹空袭，要封锁台湾的海空交通，切断补给。另外，学者嘛警示爱防范电子战的威胁。我们怎么样去防堵啊？整个这个最重要的第一波的这个飞弹的攻击，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的爱国者飞弹大概应该还是可以有足够的能力来做一个反击的这个能力了。现代战争愈来愈多元，唔是干那靠军力尔。学者认为，中共现阶段就是透过直接咧扰乱台湾，结合网络的攻击，打击台湾人的士气。所以，全民国防绝对袂当干那存口号，是爱为国民细汉就开始培养抵抗的决心。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北约组织的外交部长会议，自到伫咧罗马尼亚举行。北约指控讲，这罗西亚一直咧摆脱，说甲寒天当作武器，互乌克兰民众寒天变甲真歹过。北约除了继续军事援助乌克兰以外，也会提供协助修复供电设施。另外，罗西亚军队继续伫咧顿内茨克地区攻击，致使乌东地区情势紧张。乌克兰也派出调查人员收集飞弹碎片，被当作要来告罗西亚战争罪证据。
北约组织呢，土日到伫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展开2天的外长会议。北约秘书长斯托滕伯格表示，俄国伫乌克兰战争受挫，所以将冬天当作武器，让乌克兰民众无法度度过冬天，佮继续加大攻击。北约会继续援助乌克兰。 Russia is using brutal missile and drone attacks to leave Ukraine cold and dark this winter. President Putin is trying to weaponize winter, to force Ukrainians to freeze or flee. 伫乌克兰要求北约提供更加先进防空系统之下，北约组织成员进行过认为，重点要放伫拍败乌军，除了继续军援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干扰设备以外，也要协助修复乌克兰的供电设施，佮保护人民免受飞弹攻击，也提供其他燃料发电机、医疗用品等进度援助。同时，佮表示，和乌克兰加入北约承诺。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俄军要向顿涅茨克地区哈尔科夫推进，加上天气无好，乌东前线战争依然真严重。啊，不过，俄国调查部门也继续伫哈尔科夫收集俄军攻击民众设施、主题区顶飞弹残骸，作为调查战争罪相关证据。 Тут на цій ділянці знаходяться лише залишки боєприпасів, якими обстрілювали місто Харків. Росія використовує по мирній цивільній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і це озброєння. Зокрема, обстрілюються лікарні, висотні будівлі, багатоквартирні будинки, приватні сектори, також підприємства цивільні, які не мають жодного відношення до військової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基礎設施向俄軍破壞失去大部分供電，暗過嗰多是世界卡球賽，烏克蘭球迷無想要錯過比賽，有人去餐廳，有人食飯，有人用點機提供電視看比賽，有人為踢球共同出錢買電火珠啊掛喺卡球場邊，佮用汽車電板接邊中應照明。喺當天戰火之下，重分短暫嘅卡球時間。公視新聞，電視黨朋友。 花蓮25歲阿美族嘅青少年陳勝光加入烏克蘭志願軍，不幸佇咧戰爭當中死亡。今仔日咧，伊嘅骨頭腐又會家屬佢捧轉來到台灣。陳勝光嘅媽媽表示，雖然真悲傷，不過伊嘅後生真勇敢，讓伊感覺真驕傲。飛行機豆豆挖進空橋，家屬嘅表情是真悲傷。花蓮25歲阿美族青年陳勝光。 加入烏克蘭志願軍，不幸戰死，正做頭一個去烏克蘭參戰犧牲的台灣人。伊的骨灰由因厝內人請轉來，伫30轉來到台灣。在媒體上面，他看到百姓、婦女還有小孩被這場戰爭波及，他做不到袖手旁觀。針對陳勝光伫外國陣亡。 規家伙仔特別飛去烏克蘭參加軍方替罹難的陳勝光舉行的追思儀式，嘛甲伊見上尾一面。睇到東炮甲中歌，講伊佇戰場是真勇敢甲無私。因老母講，雖然伊是感覺真悲傷，毋過嘛因為因後生佇烏克蘭的貢獻，感覺真驕傲。我要跟勝光說，孩子，你很勇敢，你是我心中的寶貝。 为你为荣，我们想要跟曾妈妈、跟曾姐姐、跟曾太太他们的家人，说一声我们真的很不舍得，我们对沈光非常的敬佩。外交部对陳勝光伫咧烏克蘭前線英勇作戰、犧牲性命，表達哀悼甲敬佩。過程當中嘛，照家屬的意願，甲烏克蘭軍方協調，加速處理遺體火化甲送倒轉來台灣的代志，嘛希望伊會當好好行去。 記者綜合報道。因為天氣開始變冷，這能源價錢攏起價。中歐國家匈牙利決定暫時要甲圖書館先關起來，劇院、游泳池甚至拄完工的腳球場，這寡公共設施攏要盡量較緊省電。甚至有一寡所在，這聖誕節的電火球仔呢，民眾若準備愛看，就愛家己去搭腳踏車發電。非常表示咧，騎會當發電的鐵馬，便若達到一定的速度。 這個6公尺高、也當坐的電彩，就會規個點倒。這囡仔嘛真歡喜，做伙搭鐵馬發電，因是大家喘屁屁。這是布達佩斯第2區為着節能推出的辦法，因取消大部分的野燈電彩，用創意來取代點燈的用電。A tér szomorúak lettünk volna, ha idén nincs, de azt hiszem, hogy ez egy köztes, remek megoldás. 羅西亞甲烏克蘭戰爭，地區連貫的計小大起。
和欧洲这个寒天是真歹过。香港离当局嘛国不离宗，都要甲真侪公共设施关起来省电。真侪地方政府嘛感受到真大的财政压力。因内民生上界富裕，而且由执政党组成的城市赛克斯堡堡，遐个博物馆、图书馆、甲剧院，这个官人运作拢交动点。当地一个会当有14000人入去看比赛的新的卡球场，嘛同款是爱关起来。加在后一季的卡球联赛，伫明年1月份才举办，球隊若要訓練，會當耍別個所在。 Akkor azt gondolom, hogy finanszírozható marad az önkormányzat és az önkormányzati intézmények közszolgáltatások, a munkahelyeket tudjuk biztosítani, ki tudjuk fizetni a béreket. De lesznek olyan önkormányzatok, ahogyha ezek a magas energiaárak maradnak, pláne tartósan, ahol egyszerűen nincs akkora saját bevétel, amekkora a növekménye. 香港里的通货膨脹伫10月份達到21.6%，是從1996年以來上懸。伫歐盟排第3。因那奧爾班又是政府對基本食食甲燃料提出計銷的上限，造成加油站甲店頭有欠缺的情形。長期水電費價核心政策嘛真惡繼續落去。第三季 GDP 收縮0.4%，當局把這個責任指向歐盟，批評講攏是因為布魯塞爾對俄羅斯的制裁，才讓國家陷入能源危機。這個講法得到不少民眾的支持，嘛表示願意閣繼續經落去。公視新聞是會長報道。 講到明年的景氣，這機械工業同業工會理事長魏燦文認為，雖然這產業對9月開始切落去，不過這只是一個過渡期，按算明年第2季景氣會開始變好。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今仔日演講又講到，台灣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的機會抑閣真大，必須愛加速發展，一直走大升。還認為股神巴菲特買台積電的股票真正八寶，不過劉德音說是無回應這台積電後個月要佇咧美國政治典禮，但是國發會主委江明慶表示，伊會用台積電董事的身份出席。 台北股市港股期點，明年3月要實體點出，只是明年景氣真濟原料機構攏有切落去，業者要如何應應？過渡的時期了，以台灣機械業的韌性，跟我們的經驗，跟我們的市場，我相信啊，在明年的最慢第2季可以恢復整個的景氣，把這個基本功把它練好。 該有的這個產品，該節能的，然後該智慧的IoT 等等，都把它做好，智慧的產線都把它做好。那等到經濟景氣一來就可以恢復。產業大戶明年到第2季經濟應回升，經濟大型期公布，今年10月製造業景氣信號為10月10.08分，增加0.17分，到10月10.97分。按個定號連續8個月都是代表景氣級別5丁。製造業燈號就來自於俄烏、中國疫情。 還有美國通膨3大因素的影響，外銷出口表現不好，你的製造業的景氣當然就會轉趨平淡。有稱明年景氣是先苦後跳，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出席三場會例會演講中也講到，那三家利用優勢，台灣半導體產業未來發展機會也是真大，愛趕緊發展維持領先。對股神巴菲特買台積電股票，已講出謝意。不懼諱言。台積電下個月初要在台灣舉行政治典禮，不過劉德音無加做回應。國發會主委江明信透露，會以台積電董事身份出席。況且美國商務部長甲美國總統拜登攏想要出席，是毋是應拓展台灣能見度引起關心？記者綜合報道。 咱台灣的邊境佇頂個月解除封鎖，不過和中國之間的小三通也是還未來開放。國民黨團早起就召開記者會，呼籲政府就要提早開放小三通。那也立委也希望政府就要了解民意。立委會表示，這小三通復航是牽涉到公權力，需要兩方雙方的行管部門許可才會當執行。難道要我們金馬人民也發起白紙革命嗎？所以我拜託蔡總統、蘇院長能夠體察民意，盡速開通小三通。謝謝。也白紙呼籲政府開放小三通，能源管理會陳雪生用中國白紙運動做例，希望政府應體察民意，強調雙方人民都高度意願，呼籲陸委會應在春節之前趕緊開通，就小三通應有一個和平的模式。 有關小三通的客運復航，因涉及運量
对等考量及公权力事项。小三通航运业者参与相关的航班会议，并取得两岸双方航管部门的许可，才能实际执行。我们金门地区已经做过民意调查，有70%的民众支持尽速马上恢复小三通。小三通这2年的这个暂停开放啊，对金门地区来讲，我们的观光产值已经蒸发了70多亿。当局顶进一步指出，进前伫立法院质询的时阵，苏院长讲小三通无开放是中国 CIQS 海关检核顶改善。不过进前且伫大陆大商高对华港口确诊，所发现相关人员拢要伫咧。苏清昌所讲的对华问题已经解决，各讲陆委会进前指出，即日应开放，科技当前是一个开放的好时机，希望政府唔通去为难家己的国民。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沙丁堡今透早有一个60多岁妇人人，可能是长期以来定定去互伊的翁婿拍对起骹烫手，所以趁因翁啉酒醉时阵，伊就举这水果刀啊，甲因翁刣死。落尾伊也主动去到警察局自首，警方落尾是依照杀人等罪嫌，甲伊送法办。新北沙丁堡的一间人家厝，3日透早发生一件太太甲因翁婿刣死的命案。警方初步调查，犯案的是60多岁的妇人人，那像是长期因翁婿会甲拍，而到暗时啊，因翁婿烧酒醉了后，搁甲伊匹配叫，那像是趁因翁婿困去了后，拿水果刀啊甲刣死。犯嫌长期遭受到死者的殴打，那其本身患有忧郁症，他在29日晚上19时许，他遭受死者酒后辱骂，他一时情绪失控。持刀去杀害死者。妇人人甲因翁婿刣死了后的1点钟去报案自首，警方侦讯了后，甲伊以杀人罪罪嫌移送法办。当地里长讲，进前社会局有请伊去关心，嘛有请厝边隔壁斗注意，想袂到要是发生危险的代志。是说会打老婆这样子啊，后来我想说，可能就是夫妻吵架的啊，因为他先生本身就脾气不是很 OK。我想说，可能就少一阵子就好了，没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情。按妇女跟配偶有多次的家庭暴力通报的一个记录，那因为妇女在新竹县的亲友家以及新北市自家之间多次往返跟居住，所以有2个县市政府的社工共同合作来维护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社会局表示，因为这个妇人人清在伫咧新德县因亲正兄，甲新北市的徛街2个所在咧大甲往回，所以由2个县市政府共同合作，甲这个妇人人斗3工，包括讨论安全计划等等。妇人人捌摕到合法暂时的保护令，最近才甲伊访谈过尔。伊迄当阵佫讲伊无安全的问题，想袂到所发生这个悲剧，接续会佫进一步来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议员林良君伫面册顶头答问，讲有诈骗集团，假造是台北市警察局保防科的警官来招伊做伙食饭，而且立委高嘉瑜同款有收到，局方无名诈骗警官表示，伊本人无使用通讯软体，目前也已经报案了。另外，伫新北市淡水有一个妇人人接到诈骗电话，落尾警方和妇人人是用假钱去甲城，落尾也掠到一个诈骗共犯。立委高嘉瑜是发出通讯软体翕相的图，内面讲话的人口气是真奇怪。另外收到信息的还有台北市议员林良君，对方是呛讲要假啊无熟悉嘛，甚至是约伊拜6礼拜做伙食饭。2个人拢收到讲家己是台北市警察局保防科一个警官发的信息，怀疑有可能是诈骗。是不是有个资外泄的状况？因为整个通讯软体上看起来，它应该是乱枪打鸟或是随机的在传讯，不是单纯说他传输的讯息约我吃饭而已，而是他还有其他警戒高层的联络方式。诈骗集团的脑筋竟然是动甲警官遐去，高嘉瑜认为讲，连警方的公务手机也嘛可能互偷用，毋但个人资料可能互泄露，嘛有可能颠倒帮助诈骗。警官本人嘛透过警方讲伊无用这个软体，警方嘛以妨害电脑使用罪来办。是由他人使用该名科长的公务的手机门号来申请通讯软体的账号之后，再以其他不正的方法取得登录的验证码。
伫新北市的淡水有一个姓李的负责人是接到假检警，假讲伊因为涉嫌毒品案，爱交60万的保证金，无会互限制出境。警方后来和负责人以60万的假钱去交，所以因出摕一个车手嘛当场轰掠起来。好，我们现场查扣了一台手机啊，现在涉及的是诈欺案件。这个查甫甲警察讲，伊是因为欠小才变做诈骗集团的车手。警方嘛找出假的地检署公文，依照诈欺罪移送法办。警方提醒，若用通讯软体除了爱设置个人资料泄露，嘛当透过105也是100这两个专线来做报案，也是查证，嘛较袂互这假检警骗去。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火车头边仔的国道客运台中总运站，今仔日因为土地租约到期，规个收起来。对明仔载开始咧，会伫咧双十路甲台地北路设置临时转运站，所以因为事先拢无宣传，真侪民众到单一个不傻傻。国道客运台中总运站内底半手内店家已经搬走，客运业者也搬到这村，规个卖票真悬，因为总运站11月30土地租约就到期，12月开始就要换所在，不过依然有真侪乘客唔知影。我是今天来这边才发现，怎么变这样？你看它上面写后面售票处那边，结果在那边，对，我不知道，我搞不懂，我看就是对啊。新的转运站按算明年顶半年才会完工，过渡期台中市府协调客运业者伫台中火车头附近设临时点，分别伫双十路甲台地北路2名。不过欠宣传，转运站内底几大难产的工具，大部分是靠卖票人员口头告知。台中客运、统联客运及国光客运将在台中车站附近设置临时站，并在12月1号开始启用。统联客运及台中客运迁移到台铁台中车站下面，国光客运将迁移到干城车站。我们都会跟他讲说，今天那个12月1号开始就在那个大智北路那边乘车了，新的站，我们都会提醒乘客。各一客运临时点，业者依原咧搬，还未准备好，有人就有怨言。原本转运站伫火车站边啊，转坐正方便，即马爱行500公尺，或者是转公车才能到位。很麻烦啦。怎么说？我刚刚是转了2趟公车，转到走路是没走很久，就转2趟公车。对。12月开始，各道客运落客地点拢会配合调整公布实施，建议民众坐车进行先打电话确认。市府强调，民间起的新转运站就伫干城停车场，明年完工了后，3间客运拢会提供服务。记者综合报道。对于后个月开始坐火车拍车票会搁较利便，是因为这代替有含这因来合作的行动支付业者，未来会增加到10件。来代替车票，即马嘛通国大到使用其他较大行动支付，和买票民众搁较利便。去年的3月25号开始，我们是已经有台湾 Pay 好，那使用至今呢，每一月哈，我们大概使用好这个行动支付的旅客哈，就超过1万次好。那现在有10倍的啊这个行动支付业者呢能够进来啊，我相信哈这整个的效能哈会大幅的提升。代替局长表示，进前只有1间行动支付，即马有10间厂商，有个民众买票意愿嘛会提悬，另外民众坐车安全嘛就要提升。有立委也讲，对1月至8月就发生过件新障者无说理跋落去柜台卡的意外。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会申请代替服务人员，伫人较济时段加强管理，长期按算会到柜台门。我想台铁局呢也会就几个比较繁忙的车站，我们会加派人力，对于软体硬体的这些提升我们会在1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提出我们的一个方案。台铁局表示，台铁的环境无像高铁捷运以台北站为例，爱先提悬柜台的管道，甲列车底板背悬，才通进一步到柜台门。记者在台北采访报道。新竹县的仁爱国中学校边有几排树仔，最近去互人锯掉。学校即马是赶紧出面来解说，讲最近碰到这东北季风的问题，今日树仔会登去喊到下海的人和轿车，才会把树仔锯掉。几排树仔即马敢若春树棵，完全看袂到叶仔，甲看实在真奇怪。新竹县仁爱国中最近互人发现，
还好边仔路树变做这款模样，还好赶紧出来解说，主要是惊无细力去伤到人，才会赶紧找人来修正。学校周边的交通的安全、行人的安全，我们依照程序把这份公文报到县政府去做核备。那所以为了整体学生的安全的考量，我们进行修树部分。生长得非常快速哈，很快速啊。假如说其实我们假如说一些危险的枝干，假如没有定期去修剪它，的确是会造成这个道路的安全受到威胁这样子。专家指出，这款乌帮树生长速度紧，过一阵啊叶啊会搁生出来。不过，嘛是希望相关单位会使定出修正路树的相关标准。我们至少你那个树冠要留1/3，就是每次修剪的时候至少要留1/3，不要说修到几乎没叶子。那希望县政府可以定出条例。好，强调修正树啊，主要是为着安全考量，未来会继续关心树的健康状况，请民众放心。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对时代人来讲，保持运动是真重要的。台北市对2016年开始推动60巡回运动指导团计划，有专业的这运动训练团队替时代设计运动课程。这7年以来，已经有1万多时代捌参加过啊。今年已经90几岁的张先生，脚手溜达对台顶跳舞。张先生讲，伊逐礼拜爬山搁运动，直到这个年岁，伊认为运动是上重要的。我可以说是一点什么痛都没有，就是每天吃饱饭就想说想要去运动，想要去运动。台北市体育局的60巡回运动指导团计划，有专业运动训练团队为时代设计课程，希望提供时代较侪运动机会。唔但提供固定地点的课程，更有课程送到在地的服务。那管他申请就是我们所谓的外送运动指导员的概念，只要能够找到15位的大哥哥大姐姐，我们就会派出运动指导员去就近指导他们运动。比如说，我们去选择一些适合的公园或绿地，我们主动提供一些运动的课程。但是体育局坦白讲，要把这款的运动计划撒到无运动习惯的族群，确实有难度，也是目前的难关。我们尝试了各种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从脸书来宣传，那我们也拜托来参与课程的大哥大姐姐能够推荐他们的朋友，但是确实还是效果是有限的。体育局表示，这个计划推展到今已经是第7年，提供服务予万外的时代，12万人次，希望未来会使结合社会局的共产据点服务，扩大执行。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台湾甲日本的教育交流已经20年，双方交流人数几10万。教育部特别举办展览，邀请民众伫12月初1到14到台北的华山园区，看这20年来点点滴滴。3、2、1，请启动。红彩大甲球开，几来加几啊飞出来，庆祝台湾甲日本教育交流20周。教育部举办纪念展览，民众通透过 VR 目镜背书清新来到日本的学校。30开幕式，部长潘文忠特别讲到，今年双10来台表演，让全国人民印象足深的行道结歌校。他们来不只是用最活泼生动的演出，其实我看到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一到台湾，跟我们好几所学校的同学就很自动的交流起来根据教育部统计，为2003年到2019年，台湾到日本参访的高中生加老师有10万人，日本来台湾的甚至超过36万人。双方直接交流，背后功臣是台湾国际教育旅行联盟。过去20年呢，其实台湾是在一个外交蛮艰困的一个我们说呢一个时代呢，去进行国际的交流。所以我记得呢，10几年前我第一次呢在学校里面推动这一个国际教育旅行的时候，当时要找一所交流的学校，其实是相当困难的。林向金讲，2020年2.0成立了后，省官学3方合作成立一个平台，透过驻外人员协助，让学校更加方便找到适合的交流对象，交流的品质也提升。我们现在在2.0的话呢，我们在所有的县市都有设立一个国际教育资源中心，叫做 IARC， 协助他们呢以后呢真的在这一个解封之后，怎么真的正式的去推动这一个国际教育旅行。目前联盟主要合作的对象是日本，另外嘛有韩国、东南亚国家等等的学校。伫咧疫情时代，联盟嘛推出各种线顶交流活动，望囡仔会当成做世界的公民。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
住伫美国德州的哈尔顿有一对老翁仔某，因透过 DNA 检验找到51年前互歹人掠走的查某囝，对因来讲，这就是上介好的圣诞节礼物啦。过超过半世纪，两个结伙人甲头前这个看着真熟悉又搁真青春的负责人梅丽莎揽掉咧。1971年，迄当阵才20外岁海史密斯翁仔某，看报纸的广告，找一个年母来告伊迄当阵才打变2岁查某囝。毋过交互年母了后，无到20分钟，因查某囝甲年母两个人都毋知去倒位啊。海史密斯因翁仔某透过各种的管道找警察，甚至是找联邦探员，要是找无伊失踪的查某囝。也阁有那像甲伊绑票的年母。I was only 21 years old, and I was sad a lot. You know, I went through a lot of depression. It was just really an abusive until I ran away from home when I was 15. And then where did you go? I went to the streets. 一直到今年9月，因听讲有人伫南卡罗来纳州看到梅丽莎，除了想办法去探访。嘛，伫家族的人面册网页顶悬普找人的消息。梅丽莎讲，清头起伊要就是讲这是诈骗集团的部署，所以就无插伊。代志到11月初6出现重大转机，有 DNA 检验的专家摕到梅丽莎伊囡仔 DNA 的样本，了后联络梅丽莎因老爸老母，经过比对了后，这对翁仔某发现这个青春的负责人，竟然就是伊失踪51年生死不明的查某囝。I can't describe my feelings. I'm so happy to see my daughter that I didn't ever think I would see again. 梅丽莎去互带走的时阵，伊的本名号做梅兰妮，伊按算改倒转来这个名。也让永年甲伊带走的年母，即马人伫倒位，也无人知影。公司新闻，徐家人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7度到20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9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7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1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